敬德默然愛你，請擔牧師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咱要用一個真水的一句話吼，講耶和華你的上帝佇你的中間默然愛你。聖經內底有足濟這款真水的話吼，譬如講慈神愛所，譬如講默然愛你，譬如講歡然取水，這話攏足水的。咱今日要來探討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但是要探討以前，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句話。聖經無同款的版本，攏會當帶予咱無同款的經驗吼。你讀和合版，檢查你會當佇和合版內底受到足大的感動甲喜樂。你讀新譯本，你嘛會當。你讀天主教的聖經，這幾本攏是我常常咧讀的。佇這禮拜，我用新譯本咧讀出埃及記，伊內底一句話吼，帶予我足大的喜樂甲快樂。伊這句話講，耶和華上帝講吼，佇我互恁敬拜的所在，佇我互恁敬拜的所在，我攏要到遐。我嘛要祝福予恁，各位兄弟姊妹。換一句話來講，每一屆咱敬拜的所在，上帝攏要到遐，上帝攏要祝福咱。佇疫情的以前，咱的教會攏有輪流佇每一個兄弟姊妹的厝裡咧做家庭禮拜，迄就是甲上帝祝福帶到迄個家庭。但是疫情了後，有足濟教會的生態改變，咱就用婦女團契來舉辦幸福到你家，一個月一擺輪流佇人的家庭咧做禮拜，迄就是要甲上帝祝福帶到你的家庭。但願咱這個事工會當一直延續。兩兄弟姊妹，咱有足歡喜的無？佇咱的敬拜時陣，上帝佇遮；佇咱咧敬拜時陣，上帝親自咧祝福咱。咱三個來祈禱。萬權定的阿爸爸上帝，你佇阮的中間，總是阮看袂到，你看阮。你陪伴阮，阮深知你佇阮的身軀邊，靜靜咧聽阮，靜靜咧幫助阮。親愛阿爸爸上帝，懇求你佇這中間祝福阮，予你的話進入阮的心中，成做阮生命的快樂，予阮佇你靜靜的聽的內面，享受健康幸福的人生，願安尼祈禱，感謝奉主的名，阿們。咱要來看這個聖經節，這個聖經節記載佇西番雅書吼。西番雅是一個咱真無熟悉的名稱，因為伊的迄個。寫的字留來字並無濟，但是有真濟人真愛讀西番雅書。你若還毋捌讀過的人吼，你當去認真讀。伊講是耶穌所講的八福的前奏曲啊吼，八福所的實行前，耶穌所講的迄八福是為西番雅書遮吼形成出來。伊咧講西番雅伊做一個見證。伊講吼，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？兩兄弟姊妹，恁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？西番雅甲咱講，咱的上帝是要拯救咱的，是有大快樂的上帝。伊要佇咱的中間，看到你，伊就歡喜。
然後安那靜靜聽你，這就是西番雅咧甲咱提醒。咱要安怎互上帝看到咱就歡喜，互上帝會聽佇咱的身軀邊。西番雅伊甲咱提醒講，咱人每一日，咱的心攏愛互上帝話甲咱更新。上帝話進入咱的心中，甲咱的生命換新，迄是咱快樂的來源。西番雅閣講，你要用謙卑甲良善的心，安那親近你的上帝。你若用謙卑甲良善的心來敬拜你的上帝，你的上帝安那伊知哦，伊就要聽你。所以，咱若要領受上帝的聽，咱必須要用謙卑佮良善的心來敬拜咱的上帝。咱人真趣味，咱人常常按照咱家己的方法，咱想，我着愛安怎來信上帝？這上帝攏是照咱家己的方法咧定的。但是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的大權能甲伊的奇妙吼，是你想象袂到的。咱嘛攏知影祈禱的效果，所以咱每一個祈禱了，咱就講上帝啊，愛上帝照咱的祈禱去甲咱安怎，去甲咱成就。但是咱毋知影，咱的上帝伊的祝福，伊的奇妙，是超過咱所求所想的。上帝要予咱遐尼大的祝福，但是咱攏用咱人去甲伊安怎限制上帝做法。人嘛有真天真，伊感覺伊安尼做，上帝可能無要緊；伊安尼做，上帝可能安怎袂對伊安那。咱莫講就好，上帝可能毋知。但是聖經的一開始哦，真奇妙呢。聖經的一開始甲啟示錄的最後，攏一直出現一句話：上帝是照你的安那心內咧想的，照你所行所做的來報應恁。有人聽到報應這兩字，就安怎感覺足驚？你毋免驚。你若用良善甲謙卑的心，甲上帝親近來敬拜伊，上帝的報應是絕對足好的。但是你若佇上帝的面頭前，你敢做迄個上帝無永遠無歡喜你的代志，你毋通以為上帝毋知影，上帝一定知，上帝一定報應你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信仰毋是懶散的，信仰嘛毋是凊彩的。有真濟人面對佇咱的身軀邊，佇咱的中間，靜靜咧聽咱的上帝，咱用足濟無共款的態度去回應上帝這個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今日要來看，咱要安怎佇靜靜聽咱的上帝當中，咱來回應伊這個聽。咱常常照咱的個性吼，照咱的情緒來咧想，咱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？啊，聖經內底吼，咱今日要摕約伯出來看。約伯記無好讀，我自開始佇大學的時陣開始讀聖經，認真讀聖經的時，我只有約伯記我讀無啦，所以我就甲約伯記的迄句上出名的話，伊講吼，約伯講，我褪退來啦，我沒帶什麼東西來到這個世間，我嘛是安尼離開，總是安那，耶和華賞賜，耶和華提起，我要學樂我的上帝。這是約伯記一開始約伯的話。咱若認真讀約伯記，你會做些疑問的。為什麼上帝安尼？為什麼這個人安尼？
但是迄攏毋是咱讀聖經的重點。佇咱讀袂曉，因上帝極其奧妙，佇咱的知識咱無法度去了解的時陣，咱就慢請去了解。咱先來了解咱所會當認捌的上帝光照咱，互咱的聖經的開力。約伯簡單來講，伊是人佇世間所無愛拄着一切苦難的代志，伊攏拄着。但佫上衰的代志，攏佇伊的身上。伊所無愛發生的代志，伊攏總發生啊。伊的8個兒女，攏總離開伊，攏總死去。伊的奴僕嘛攏總死去，伊的財產攏總無去，剩伊要安怎？伊毋是擁有呢，伊規身軀生偌粒啊，坐佇個土粉的中間，伊毋知要安怎。伊的朋友去看伊，驚一個，迄較早遐爾好嘢，攏互上帝甲人學落的人，今日較會變安尼。聖經講一個足誇張的迄個記錄吼，講伊的朋友甲伊坐佇個土骹，驚一個轉落坐啦。7暝7日無法度講話，迄是咧表示啥？表示講啊，去互伊的做母啊哪驚着，伊攏總無講話。但是當伊開始講話時陣，伊的朋友甲伊講：你吼一定得失着上帝，你做無好的代志，互上帝無歡喜。約伯講無，我無，但是我毋知影，我較會拄着這個代志。咱來看約伯佇伊拄着這大苦難當中，伊安怎講？約伯回答伊的朋友，伊講吼，你若講上帝刑罰我，你若講上帝我得罪上帝，啊，我愛安怎？但是約伯講。我所認捌的上帝是啥物？伊行代志遐爾大，大到我無法度想。伊行的技術我算袂了，但是恁看哦，伊對我遮經過，我無法度看見。伊行過去啊，我也毋知。恁看，因唱去的，伊要唱去，啥物會當阻擋伊？啥物人敢甲上帝問講，你咧做什麼？這是約伯佇苦難的時陣的心聲。恁愛注意，伊佇遮伊無埋怨上帝，伊無埋怨上帝。接續，甲佇後壁約瑟伊講。因為上帝將伊的性命甲慈愛賞賜予我，伊也眷顧我的心神。兩位兄弟姊妹，這是佇約伯，伊佇苦難中，伊第一個表明，人佇苦難中要安怎？要埋怨上帝嗎？要受氣上帝嗎？約伯對於這靜靜咧聽伊的上帝，伊嘛無法度看到。總是伊講安怎？我知影上帝會甲生命、甲慈愛賞賜予我，伊要保全我的心靈。有真濟神學家講，人佇苦難中，上大先愛求啥？平安經過，就是約伯所講的。上帝予我的生命，佮予我慈愛，伊嘛要保全我的心神，伊要予我平安經過。咱人攏會拄着苦難，有的苦難愛用真長的時間去面對，有的苦難較短時間，總是佇苦難中，咱攏愛會記得認真祈禱，求迄靜靜咧聽咱的上帝，予咱平安經過。這是約伯，伊予咱一個真好、真好的見證。總是伊邊仔迄3個朋友安怎甲回答？伊
其中一個比喻講，約伯啊，上帝若是真正為你的邊仔經過，你敢徛會牢？伊的意思咧講，約伯你敢攏無得罪上帝嗎？你敢攏唔驚上帝嗎？吼，佇人真艱苦的時陣，伊所面對的朋友，並無真正安慰伊，也是幫助伊。反倒當佇遐用足濟言語啊那責備伊，啊，一直逼伊講：你愛認罪哦，你愛認罪哦。約伯佇遐爾艱苦心的時陣，伊上艱苦的時陣，伊閣做一項代志。伊講：我要甲上帝講，你莫閣講啊！我要來祈禱。我要甲上帝講，看上帝安怎甲我應答。我攏無做毋對，為蝦米？這世間的上界艱苦，每一項苦難，攏佇我的身上。我失去我的財產，我失去我的囡仔，我失去我的遐個蘿蔔，我啥物都無啊！我要來問上帝，看上帝安怎甲伊回答。兩兄弟姊妹。上帝有甲伊回答無？上帝有甲伊講：約伯啊，我要閣予你。上帝猶原佇伊的邊點點咧聽伊。上帝猶原默然愛你，但是這個時陣，約伯伊講出來一個足了不起的見證。約伯講：我往前，我的上帝無佇遐，我退後也袂當看見伊。伊佇我的桌邊行代志，我卻看袂到。伊佇我的正邊溫目，我嘛看袂到。總是伊知影我所行的道路。伊試驗我了後，我要親像鍛鍊過的真金。這是約伯咧講的。雖然我甲上帝哀苦講過了後，上帝伊猶原念念，但是我知影這個念念的上帝，伊聽我，伊聽迄個氣力進入我的心中，真做我的氣力。互我知，上帝伊攏知，上帝佇我的邊仔咧陪伴我。兩位兄弟姊妹，這種的信仰足寶貝咧。我相信有真濟人常常感覺講，無啊，我看袂到上帝，啊，上帝毋知佇倒，啊，上帝毋知知無，啊，上帝。咱倒轉來想約伯。伊經過這所有的大苦難了，伊講我知影，上帝知影，我每一條我所行的道路，這就是上帝佇咱身軀邊靜靜咧聽咱。雖然咱毋知伊安怎聽咱，雖然咱毋知伊啥物時陣要對咱講話。咱知約伯記的最後，就是約伯伊所有的見證上界水的迄句：前我聽見上帝的名，即馬我親目看見上帝。兩位兄弟姊妹，咱嘛會當做這種的見證。佇咱的中間，咱嘛有足濟姊妹，伊是安尼咧見證上帝。我會記迄個100歲西麗阿嬤，100歲人100歲，恁看我的媽媽就知，我的媽媽就今年8月17進入100歲吼。人100歲，有足濟代誌袂記起，但是伊上界記的是少年，遐特別的代誌。鹹酸苦澀，我
我媽媽常常甲我講，伊以前若是骨來做工課做了，伊就發度去街啊看電影，較早無電視，吼，去看電影是上好的享受。為什麼伊會當定來去看電影？因為伊的阿姑阿伯攏是電影院的股東。我甲阮讀國小的時候，阮兜定定攏有迄紅色的電影票吼，是看阮要去看，還是無愛看。阮有足儕親戚是電影院的股東。看電影看啥，伊袂記起啊。但是我的媽媽常常講一項，伊講吼，有一暗吼，迄個月亮光敢若日似的。啊，阮行日路的要轉的時陣，邊啊，迄個大圳溝吼，迄魚仔呢跳起來，吼，足水的。伊常常安尼講，迄是伊細漢一個上界輕鬆、上界喜樂的經驗。我咧想100歲，伊選擇要洗禮這個阿嬤，伊的少年一定有這個經驗。但是伊並無甲咱講，伊為啥物要洗禮？因為伊上疼的查某孫，迄個佇伊所認為，這真夠讀冊、真夠趁錢、真有效、真少年、真水的查某囡仔，忽然有一天着癌，然後真緊，無幾年就過身。佇伊過身的時陣，這100歲阿嬤坐佇咧外口，看阮咧甲伊辦告別式。伊的告別式了後，這個阿嬤甲伊的後生講：帶我來教會，我要去教會洗禮。我死的時陣，你來照安尼甲我辦。所以伊佇100歲時陣，伊家己行入來咱的教會洗禮。洗禮了後，我定甲牧師去因的厝呢，甲伊坐。其實100歲，伊要講啥物講啊真清楚，並無簡單。我對伊的查某囝聽到，伊的查某囝講，我的媽媽。較早是做善事，啊，人家招去教會，伊足愛去教會。但是阮阿嬤無愛伊去，阮阿嬤吼，逐擺去倒來就甲罵。啊，所以我的媽媽若要去教會吼，伊攏交代吼，我甲我的姐姐吼，愛注意阿嬤。啊，即馬阿嬤吼，若向去想講，啊，恁老母咧，啊，伊去街仔甲囡仔洗身軀。啊！伊去創啥物貨？講阮攏愛替阮媽媽吼，甲阮阿嬤騙。啊，有一日因阿嬤吼，家己來街啊，看到伊的新婦吼，為教會出去，哇！無得啊，轉去拍孫啊，罵新婦。伊的媽媽講：我無愛去啊，我無愛去啊。佇這個無愛去。我毋知影經過偌久，一定有50-60年啊，到伊100歲。我相信上帝迄個疼，一直佇伊的身軀邊。伊知影上帝有緣疼伊，所以佇伊的人生的最後，我要倒轉來教會，我要洗禮。對伊洗禮了後，伊漸漸失去講話能力，伊嘛袂認的人。總是伊會認得一個人，牧師。阮大概入去，伊個囡仔就問：媽媽在想啊，牧師來啦，笑眯眯呢。伊會記得牧師，一直到伊要過身，迄幾日阮去甲祈禱。伊個囡仔講：媽媽，牧師來，你知無？伊點頭，伊知影。最後，伊離開世間。為伊的身軀，弟兄姊妹，咱有看見上帝靜靜咧疼伊，哈尼久的時間，對少年認捌上帝，一直到伊100歲、103歲，
上帝攏佇伊的身軀邊咧疼伊。咱毋通講即個疼，好親像我摸袂着、看袂着，但即個疼是一個氣力，即個氣力會互你的心中平安，會互你的心中喜樂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有感受上帝疼你無？你有感受到我的上帝雖然我看袂着，但是伊靜靜佇我的身軀邊咧疼我？這就是咱的上帝。最後，咱要閣倒轉來上頭啊！咱的上帝靜靜咧疼咱，請咱會記得西番雅提醒咱的，咱每一日互上帝話更新咱，咱每一日用謙卑甲善良的心來敬拜、來祈禱、來學到咱的上帝，互咱的上帝佇伊的疼痛內面。咱會當享受咱基督徒這個特別佮水的活命。咱三甲來祈禱，聽阮的父上帝，我要感謝你，佇你的疼的內面，阮常常毋知影你佇叨位；佇你的疼的內面，阮常常感覺凊彩，感覺隨便，感覺好親像有你，也是無你。懇求主赦免阮，因為你是監察阮的上帝，你知影阮的心思意念，你知影阮做代志的效果是啥物。懇求主用你的大權能、大氣來報應阮。互阮值得你疼，互阮值得對你來領受你大的祝福。主，我要享受你佇阮的身軀邊靜靜疼阮的人生。我要享受阮雖然進前退後，攏無法度看見你，總是阮知主，你知影阮的道路，你佇阮的身軀邊。靜靜引帶阮，阮安尼祈禱，感謝奉主的名，阿們。